大家好，歡迎收睇香港信藥堂嘅頻道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啦，咁你就可以第一時間知道最新嘅社福資訊啦。多謝大家嘅支持。今日會同大家介紹有關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嘅出租計劃。一名網民喺社交平台上邊發帖表示，佢嘅母親10幾年前透過租者置其屋計劃購入公屋單位，現時因為患腦退化症入住安老院舍，咁單位咧就會空置，咁之後咧就詢問網民單位咧係咪可以出租，咁多名網民咧就回覆指出，未補地價嘅租置公屋咧係唔可以出租或者係轉租嘅，必須要先向房委會補地價之後，單位先至可以變成私人業權，之後就可以喺市場上邊自由出租或者係出售。若果未補地價而擅自出租咧，咁就會係屬於違法行為。根據規定，未補地價嘅資助出售單位，包括租置公屋同埋居屋，只係能夠透過居屋第二市場計劃轉售俾綠表人士，並需要經過房委會或者係房協嘅批准，不得私下交易。不過喺特定嘅條件之下，房協嘅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容許部分業主申請豁免，將單位或者係睡房出租俾合資格嘅公屋申請者，租金一般都會較市價為平。而房委會提醒，如果被發現違規出租未補地價嘅單位，業主同埋租客均屬於觸犯咗房屋條例，最高可被罰款50萬同埋監禁1年。咁今日就同大家介紹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。香港房屋協會嘅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，讓一啲擁有未補地價嘅居屋、夾屋、資助房屋嘅業主可以合法出租單位或者係睡房呢，就俾合資格嘅租客。而呢一個計劃已經獲得延長到去2031年嘅10月31號。呢個計劃嘅目的就係透過讓一啲未補地價嘅資助房屋單位合法出租，咁就可以增加市場上可用嘅房屋資源。另外協助輪候公屋家庭可以有短期過渡，另外都可以幫助善用現有資源，減輕市民住屋嘅壓力。至於可以參與嘅物業類別，以下未補地價嘅資助出售單位呢，就可以加入呢個計劃嘅，當中有包括房協資助出售房屋啦，例如係居屋或者係夾屋，另外就係房委會嘅租者置其屋計劃 TPS 單位，另外就係其他未補地價嘅資助房屋。而有關業主嘅申請資格方面，業主需要符合持有未補地價嘅資助出售單位啦，而單位嘅狀況良好，並需要通過房協驗樓。另外就要願意按照計劃要求出租，例如係租金上限嘅安排啦、租約條款安排等等。接住就係向房協申請而取得業主證書。當持有呢一個業主證書之後呢，就可以合法出租噶啦。而租客嘅申請資格方面，租客必須要為已經登記輪候公屋一般家庭嘅人士，而係需要持有租客證書啦。如果未有持有呢個租客證書，咁就唔可以入住，避免讓租約無效。而可以出租方式方面，業主可以選擇出租整個單位，或者係出租個別嘅睡房。如果係套房或者係分租形式，需要按規定進行。同埋重點就係唔可以喺未領取到證書之前提前出租。另外唔可以出租劏房或者係改建房間。至於租金安排方面，租金嘅上限由房協去釐定，當中會按市價嘅一定比例去計算，而租金需要經過房協審批，而過程中唔可以收取按金以外嘅額外費用，而租金就會由房協協助去監管，保障雙方嘅權益。而租金嘅水平呢，亦都會以官方嘅公佈為準，亦會定期更新。而租約保障方面，呢個計劃有提供標準化嘅租約啦、透明嘅監管制度、房協嘅審查同埋定期巡查等等。另外就係業主同埋租客雙方嘅權益都會受到保障。而出租嘅過程由房協協助監管啦，咁就會比一般嘅私樓租約更加安全。而有關呢一個最新嘅計劃延長安排方面，呢個計劃已經延長至
2031年嘅10月31號。如果係持有有效期至到去2026年嘅10月31號嘅業主證書或者係租客證書嘅人士，房協會主動通知可以換領新嘅證書，而無需要重新申請。如果未換領新證書呢，咁就唔可以簽署2024年11月2號或者之後生效嘅租約。如果對於呢一個未補價資助出售房屋出租計劃有任何查詢呢，咁就可以向佢哋嘅出租計劃熱線查詢，電話81080678，又或者係按翻而家熒光幕顯示嘅官方網址，以瀏覽計劃嘅詳細資訊。跟住熒光幕就顯示雙方角色同埋資格嘅對照表，包括業主同埋租客方面。例如係業主嘅資格必須要持有未補地價嘅資助出售房屋啦。另外就需要獲得房協發出業主證書先至可以合法出租啦，而係可以出租整個單位或者係個別睡房啦。而單位亦都需要通過房協嘅驗樓，狀況良好。而租金亦都受房協嘅審批，會有上限嘅限制，同埋亦都需要接受房協嘅巡查。租約亦都需要使用標準嘅格式，而未領取證書之前唔可以出租。如果違規，可以被收回單位。而至於租客方面，就需要係房委會嘅公屋輪候冊嘅申請人，一般家庭類別，亦都需要獲得房協發出租客證書先至可以合法入住。亦都只可以按證書嘅指示入住指定嘅單位或者係房間，而唔可以再分租。而租客亦都需要按指定嘅租金同埋租約嘅條款去入住，而租金就按官方嘅標準去支付，唔可以協議額外嘅收費。而租客亦都會受到規管，需要遵守租約同埋計劃嘅條件。另外，同樣如果未持有證書入住，係會被視為違規，會影響輪候公屋嘅資格。所以簡單啲嚟講，業主就要記住，未補地價就唔可以自由出租，必須要申請呢一個業主證書咧，同埋租客嘅身份同埋租金等等都要透過房協去審批。而單位亦都唔可以改裝成劏房或者係間隔房。而租客亦都要記住，必須要係公屋輪候冊上面嘅人士啦，而亦都必須要申請租客證書先至可以合法入住。而參加呢個計劃亦都唔能夠轉租或者係加其他住客入去嘅。最後都提一提一啲常見嘅熱線服務，當中包括照顧者支援專線182-183、情緒通精神健康支援熱線18111，最後就係社署熱線23432255。最後記得留言、讚好、分享我哋嘅 YouTube 頻道啊！如果你或者你身邊嘅長者有需要嘅話，唔好猶豫啦，快啲聯絡我哋啦，等我哋一齊改善長者嘅居住環境啊！如果你有任何意見或者建議，都歡迎喺下邊留言或者直接聯絡我哋。多謝你嘅收睇同埋支持，下次見。